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第4条的电动公车路线，也就是70号中华宽线，将伫3月5号正式营运。4号上午，市长黄伟哲特别主持上线典礼，场面非常的热烈。市长表示，电动公车对改善空气品质真重要，所以市府一定会一步一步添购投资，而且强调这嘛是未来台南捷运系统的营运指标。响应环保，爱地球，电动公车啪啪走。由市长吴伟贴亲自主持上线仪式，甲一个民意代表共同见证之下，这几台70号的电动公车将正式导入全长18公里的中华环线。交通局表示，这条路线除了是台南市公车第113条路线，也是台南第4条的电动公车路线。为了配合中央2030年全面电动化的目标，中央祭出相关49%的买车补助，就希望鼓励业者持续投资。目前全市电动公车已经有15台大型的、3台中型的。市长表示，太换柴油推动环保热能的电动公车，这是希望明显改善空气污染。移动污染源里面很重要的第一个机车，第二个大型车辆、大型柴油车。那我们对于公车来讲，因为是每天固定路线、定时在跑的，所以坦白讲，这个污染源其实坦白讲，如果继续公车老旧，用旧的柴油引擎，然后继续这样跑，坦白讲，对于空气室内，尤其城区的空气是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哦。那污染这个要减少的办法，第一个就改成瓦斯车，要不然就改成电动车。瓦斯车中央政府推到一半已经没有再推了。那电动车的部分，随着现在的状况跟以前状况，技术越来越成熟，那厨电的科技越来越进步，那这个充电快充的技术也越来越进步，所以已经慢慢造成已经达到可以实用的商业化。另外，交通局长会长嘛强调，该公车路线一步一步改成电动的同时，嘛拄好是未来台南捷运系统的营运指标。所以，为了鼓励民众多多利用，通车前3个月只要提市民卡，拢是免费。其他的电子票证，或是现金，则是半价优待。重点就是要让民众养成坐公车的习惯。台南新闻顾文吉、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安平林万牛公园边仔台湾成功号，经过重新修复，并且甲周边景观环境结合了后，规划做1661台湾准园区。现主是已经正式开放参观。市长黄伟哲伫启用典礼当中表示，5年后台南建成就满400年，台湾成功号也代表真400年来先辈努力的精神。1661台湾准园区占地大约1800平，园区结合公共艺术甲准体展示，以着户外破关的概念来营运，推广海洋文化，传承台南文史，并且保存将美社团的专家修复工艺。空间的比例是用1:1所打造的地成功风果船，同时嘛是国内第一座自建大型的风果船，相当难得一见。台南过去作为一个台湾的首府，那在5年以后，在5年我们就是建成400年了。那从这400年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这个辛苦，我想说，在台湾船代表了相当的程度，代表了我们先民的一个努力的精神。那我想说，今天的开园典礼非常简单隆重，但是中间背后的故事。背后的人的血汗，我想大家都是敏感在心。为了永续经营、扩大效益，市府嘛规划3个月试营运期间，提供台南市民免费参观。园区平常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暗时6点，拄着假日嘛延长到暗时8点半。伫园区内嘛安排各项展出，真适合国内外游客甲亲自参观。
船的构造，它其实可以去复刻，变成户外的，可以看到像雕塑一样漂亮的东西。那包含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动态的，包含在我们有一些船舱里面可以做一些3D 的一些那种展示品，让人家看到，比方说以前在17世纪有一个年轻人17岁，他怎么学造船，怎么样跟着那个可以那个在港口做贸易，这些其实都很值得慢慢把它讲开来。试营运期间，园区伫每礼拜六甲假日拢会播送台湾船出航甲穿越历史台湾船动画电影，互参观的人参像假日时光隧道，感受郑成功登陆台南的历史情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的房屋税按照规定是爱起81%，但是经过2届临时会，议会要求市府爱动起，不过市府却表示爱送中央请示。议会无党联盟下晡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唔通搁再推卸责任。议员表示，当初要起也无送中央，为什么动起爱送中央才是？呼吁市长爱勇敢承担。议会无党团结联盟伫个总召林养义的带领，包括副总召杜素银、议员蔡秋兰、吴以环甲周义奇，行好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107年度房屋税伫个4、5月就要来开征，依照规定，今年是要起到81%。不过，伫个经过2届议会临时会决议，拢建议房屋税会用来冻涨。不过，市府却一直无说明，只表示依法会送中央财政部来解说。不过到现在却一直无消息。对此，议会无党联盟要求市府爱赶紧讲清楚，唔通阁将责任来撒给中央。经过2道的临时会咱黄伟哲市长安尼针对这房屋税、地价税要调降。拢无一个明确的说明，袂达紧，都将这个代志来送安伫中央去可能财政部袂做决定较输财政部都踢转后地方，咱就看咱的黄市长要安做决定。相信伊较早咧选市长，伊讲要动涨你就先甲动的就好啊。今年咱动先甲动的，要起到81%，1,009年，较再来降，伊有讲过，较再来降。今年先啊动的就好啊。咱市民所感受的，就是讲，因已经立袂起啊，声音遮大，反映互咱的市政府，咱的市政府应该赶紧来开会，来重新做调整。那么降3档后，3年后，咱要重新再检讨的是两回事。所以伫这第一次、第2次的临时会，大家会决定，市长讲伊尊重议会的决议。但是咧，伊就是要行文问中央。议员强调，因为房屋税是属于地方税，当初调起就无送中央，为何要冻涨或者调降，就要送中央来解说。议员嘛呼吁，希望中央会用体谅百姓缴税的担当，无党成员绝对甲百姓徛同边，全力支持房屋税的冻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20世纪知名画家廖继春，伊的作品伫即卖艺术市场有数千万的价值。收藏家苏清路将廖继春的作品台南公园100画无条件捐赠出来，并且伫上午即时节目公开予民众参观。抱着欢喜的心情，戴上手套，100价值数千万廖继春大师的作品，就伫咧市场黄伟铁。南美馆的董事长陈辉东甲馆长潘凡这3位的亲手甲目之下，正式来展现伊的风貌。100廖继春大师的作品所描画的是台南公园的一个角落，对叮叮塔塔的历史地步当中，会当看出画家的功力。更加难得的是，这个作品是收藏家苏清路伫咧国际拍卖会所买落来的。如今伊无条件来捐予南美馆，嘛互南美馆的艺术品展场增加了侪美丽风采。这是我们台南市美术馆第一次接受从藏家从拍卖市场拍卖下来的珍贵的作品的
捐赠仪式，因为向来都是由家属捐赠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这一次，因为我们董事长陈辉东先生的关系，那么这位藏家与他有长久的交情。那么正因为这样，这个捐赠呢，一方面对于两位的友情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同时也对于我们美术馆未来的发展、未来各种面向的捐赠会有更大的意义。那么这一件作品应该是廖继春先生早年最珍贵的作品之一。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少有可以看到他用同色调的色系来表现这么巨幅的台南公园的作品。这一件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位前辈画家在上个世纪的一个青春时期的重要的作品的展现，同时也是表现出我们这一个所谓的生态美学的一种相当珍贵的作品。希望我们的市民来这边参观，可以看到我们前辈画家对这一块土地的热爱以及执着。台南公园100月创了侪台南人共同的回忆，馆方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到南美馆行行，来欣赏100属于台南的美丽画作。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讲到台湾的草莓，近年来有北大湖南盛华的名号。由生化区公所主办的盛华草莓季，今年将伫3月9号盛大登场。这届是将场地刷到盛华美女场，邀请民众去品尝上佳好的盛华草莓。北大湖南盛华是台湾草莓2大产地。今年台南盛华草莓产量维持一定的水准，但观光人潮却比往年减少一半。所以为了让更较侪游客来到盛华采草莓，盛华区公所甲业者合作举办草莓季系列活动。今年嘛将活动刷到盛华美女场，将伫9号盛大登场。活动期间竟推出采购8折的大优惠。1年1度的草莓季就要到了哈，在今年的3月9号，在我们那个上化啤酒厂的广场，我们办理今年度的草莓季活动。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上化啤酒厂能够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了哈。那另外，它也提供草莓啤酒，那当天也有草莓啤酒的免费品尝。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上化啤酒厂的鼎力相助。除了当天3月9号之外，我们草莓园主也配合说1个月3月9号到4月8号这个期间，到现场来采草莓的话，那就可以享受8折。那有享受8折的部分，我们会在它的园区的门口会挂红布条。如果看到红布条的部分，享8折，就可以享受优惠。这摆除了运用草莓所制作的点心以外，盛华美女场嘛推出草莓美露，同时也有业者将草莓叶仔转移到丝巾顶边，成为具有特色的商品。草莓业者嘛表示，盛华的草莓因为日头充足，品质口感真好，而且预计当采收到3月底4月初，所以欢迎所有游客把这段时间来盛华采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基于病院甲台湾头疼协会合作，一档办理18场的医疗人员的训练，以及4场教育课程，提供甲世界共步的资讯。
3号伫文化中心会议厅举办座谈会，针对各种头痛的治疗以及预防的方式，分享给参加座谈的朋友来了解。吉米医学中心偏头痛朋友联谊会3号伫文化中心国际厅举办专题讲座，由吉米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治医生杨胜祥、吉米医学中心药剂部组长陈荣芳，以及台湾头痛协会理事长林高章来担任讲师，甲参加座谈的朋友以及民众分享头痛治疗甲预防的方式。50岁以上第一次头痛的啊，或者说他本身免疫力就不好，例如说癌症病人或者说他本身可能有HIV 的跟AIDS 的感染还是讲有在做化疗身体比较虚的那种病人都要比较小心或者是说他本身头痛发作非常的快，一下子就发作到高峰大概1分钟你就痛到最痛这种我们叫累积性头痛，这种也要非常的注意。或者说有的人他头痛的时候，他合并有些半边无力或者说半边的感觉丧失，还有甚至意识意识就变得比较不好，这种状况也要很小心。另外就是说他假如说姿势改变的时候头会痛起来，也就躺下去头就好痛，或者说坐起来头痛的受不了，这种状况也要特别的注意。台湾目前大约有180万偏头痛的人口，吉米医学中心甲台湾头痛协会合作，一档办理18场医疗人员的训练，以及4场的教育课程，提供甲世界公布的资讯，希望让朋友会当得到上完善的医疗照护甲资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咸水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甲文化历史，所以永康、新化、安南以及北区区公所今年第1届合作举办青旅悠游盐水溪，推出2条旅游的路线，要让游客会当进一步来认识咸水溪。盐水溪这条贯穿台南市的河川，对荷兰时代开始就是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民政局串联起永康、新化、安南区甲北区区公所，透过结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甲社区产业等等的特色，来规划轻旅行，期待会当吸引较侪民众行入台南。民政局长也抱着满满期待，希望未来将盐水溪好好整顿，会当成为无输宜兰东山河的知名观光景点。盐水溪，盐水溪若咧讲起来的故事嘛真好，嘛真多。伫个外国来看，即个文明的，更较文明的一个大都市、大城市，你甲看边啊，拢是海边，所以水交一个都市的发展是非常有关联的。那安尼来讲，你搁去甲伊推起来看，有水的所在，迄个所在好亲像拢发展拢特别早。所以特别早的当中，你就发现讲有可能。就是真侪故事，咱袂晓去家己好利用尔。像咱讲，用着咸水溪，难道咱咸水溪会输宜兰的东山河吗？也未必。东山河已经变成很现代化。咱若甲咸水溪好搁来家己找出伊的故事，应该嘛是会当串联真侪物件。比方讲，伊串联到伊生活去。盐水溪轻旅行会先打造2条路线。第1条是说永康甲新化，另外1条是做水饼、踅老街甲油柿草。沿途将会深度来熟悉到永康的在地特产水果饼、新化的橄榄、北区的煎饼、甲安南区的沙白鱼等等。这2条路线拢是互大家会当亲自了解盐水溪的优质旅游规划。等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组织基金会创办的经典杂志，迎接20周年，特别以壮游作为主题，举办两雅展。伫台南文化中心的户外展出，要让民众透过相片，做伙了解咱的土地故事。这100的相片，拢是经典杂志20档来行遍世界所留下成果之一。为了迎接20周年，经典杂志嘛举办巡回摄影展，最后一站来到台南，举办以壮游为主题，分做探索、发现、人文、关怀4大专区，
透过这个相片，让大家当了解台湾甲世界故事。那对今年来讲，我们自觉说，过去在这个20年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那我们一一克服了。更重要的是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经典杂志我们是隶属于慈济的人文志业。那20年来，我们始终就是没有背离，就是证严法师他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为人类写历史，为时代做见证。那一本初衷，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这是一场壮游。那相对于就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那我们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也是正在经历这场壮游。对杂志来讲，或者对台湾来讲，就是终点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大家都还要继续努力。现在这个莲花店嘛，伫文化中心豪华广场盛大展开，经典杂志到达行过上百个国家，留下上千篇深度报道甲精彩影像。透过这摆莲花店，将是一场主题经典的杂志甲读者之间共同成就的壮游。咱的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